邊，倒翻轉，係啦，白色係攻呢邊，白色攻呢邊。望件衫先，個黑色衫嗰個，個黑色短袖衫嗰個啊，貼一個先啦。你打波啊？又掉唔出場，兩隻添。OK，ready，準備。六場，有邊打橫門？點會打橫嘅喂？點會打橫？打你啦！打到而家未起身，打橫我已經錯咗。OK，ready。喂，唔關我事啊！呢球係唔計㗎。3、2、1。OK 啦 ，OK，我先開。分唔到啊！白色弓上籃嗰邊，我哋弓呢邊。係啦。你哋做乜嘢啊？你我兩個去嗰邊拍波啦！你知唔知呢啲人偷雞啦？防㗎。係。喂，你咁遠㗎？OK，ready go。你話嗰時我得㗎啦，可以㗎啦。打晒！佢自己數㗎，唔使啊，蘇自己數，交俾佢啦。24秒為例啊，24，佢數24秒啊。快少少！好靚喂！點打晒！衝埋佢！叫啊！我推啊！回中間啦，係啊，走嗰個位先啦，係啊，慢慢啦，佢逼咪任佢逼咯。前邊啦！4啊！俾我。好波！靚波 ！OK。喂，接應啊！上去接應啊！條友。走啦，家自己走空位啦，唔使跑嚟跑去啊，家啦，阿家企定個空位，自己諗住點射得㗎啦，做乜跑嚟跑去啫？唔係多氣。靚波，靚啊！最勤力嗰個徒弟，係嘛？你送佢一條筋。大佬要自己打啦，大佬。65啊！我有計啊！講完防波，我交俾你啊！我係我幾花喎。
經攞過嚟啊！邊啊？邊啊？邊啊？係啊，呢邊啊？好似係二號，覺得唔俾。你有冇帶啊？你有帶，唔俾下先。可能真係唔俾邊喎，梗係唔俾邊啦，俾邊我知邊咗啦。呢個6比5咪要？係啊，我有計6比5入啊！入啊！6平。打喎，咪再一球唔得啦！走步啊！邊線啊！喂，停！嗱，呢個係街場嘅，自己開兩隻個幫佢啊！仆街！唔係因為得我一個啊，佢哋自己開啊呢啲，但係要係邊線開。唔係咁圍啦，係邊線嘅？小心啊喂！兩隻，截停得㗎啦，唔使搞咁多嘢 ，OK。15秒計時間。幾耐先？換人啦都 ，OK。9咋，慢慢啦。朱國，係啦，98。對面3T嚟㗎。仲有幾耐啊？4分鐘。OK。唔會犯規嘅，咁咪技術性犯規咯。下板，走啊！哇！有得換啦！換人啦！哎，球證換人，黑色換人，阿輝換人。唔使你㗎，你打拖羅。咁係。你換唔換啦？OK 換人。邊。OK 出場。OK 邊。冇翻10。上啊！撩波唔好停。你喺外圍㗎啦。仲有3分15秒。你哋唔係傾我啲戰術嘅咩？啲戰術咧？停啦！3秒啊！進攻3秒啊！係喎，有3秒。進攻上3秒啊！好。你睇下輝啊，呢度睇下輝啊！睇人，幫！1打3啊！加拳！睇住啦！有8秒㗎，過咗半場先啦！
拳唞啖氣先，俾一拳唞啖氣。3分。會啊，好睇啊，會啦。龍哥冇跳！3分。慢慢。呢度跑。中間好嘅。40秒啊，30秒啊，30慢慢嚟，打三下先。升隔離嗰個，喂，差唔多啦。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、9。9秒。哇，知道啦。OK， 翻球完成。知唔知幾啊？呢個10碼，白色隊。15比14，黑隊輸1分。
黑色，白色跳贏咯。白色，白色影過一次。白色進攻，唔係黑色進攻，黑色進攻，白色防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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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企半場，企半場。OK 啦。上半場幾多個暫停啊兩個。下半場咧？上半場打幾耐啊？10分鐘。阿權，公平啊！喂，你打3-2㗎，點樣3-2打？互撐大家㗎。自己縮翻曬去做咩？你5個打仔啊？打成幾耐啊？1分鐘啊8秒，快少少，快少少，8秒，快少少。佢邊一個翻嚟？暫停啊！翻嚟啊！翻嚟啊！翻嚟啊！暫停啊！暫停啊！譚茂啊！屌你，換閪啊！你自己出去咪得咯。
對住大佬做乜嘢？翻返去啊！做乜嘢？你做乜諗住成三？你而家最大問題係咩啊？你打幾場？有殘單㗎。你見唔見入邊大陸波啊？有冇人過嚟啊？有人打會嘅。如果好 sweat 嘅，而家輸2分，你唱嘅。黑色波，黑色進攻，黑色進攻，揀，黑色進攻，黑色進攻，哇！你隻眼，你包條係啊！我幫你喂，冇人啦！喂，嚟飛你嘅！收底6分鐘。喂，見唔見到啊？對面冇你哋兩個防到咁勁啊！兜底，兜得㗎啦，鏟下。喂，呢個人做咩事？我教練咯。我哋嘅顧問，幫忙先。打多啲。落底，落水。幾分鐘啊，裁判？4分30秒。一陣再嗌多個探報我。係，一定要打後邊嘅。再嗌嘛。係，再嗌。打右邊。左一個。犯規，好波，高啲啊！
右上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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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波！暫停咧，跟住有個暫停咧，裁判。Kimo，如果一陣間仲係7號場，拉呢邊打，鏟呢邊俾人哋睇先鏟，知道未啊？明唔明啊？7號打強邊轉呢邊，唔好打嗰邊。你係都打飛塔同雷迪輝做咩？你哋真正鏟左邊㗎？你做咩？你俾人打？哦，就係記得啦嗱，如果你睇佢上，你就追住佢嘅啫。佢係邊線啊？打邊係強邊，邊邊啊？咁打。有幾多分鐘啊？你啊，你同佢同邊打啊？你要打底啊！你打上度啊！你鏟完唔完？即係佢打底先，呢個機會你鏟係冇所謂，但係你鏟完如果唔得，你白色開波。黑色防守。開波，你攻擊，喂，踢錯啊！開波！我就唔知驚咩？驚咩啊？問你驚咩咯？俾下心！3分鐘。1分鐘。